咗嚟前面，起腳射得，哇！哇！真係令到現場啲觀眾個都歎為觀止啊！入住遠點有啦，頭槌但爆唔爆啊？冇啦，好球㗎！大腳2號嘅池金道撩波過人，一開波嘅階段就係呢一啲非常之精彩嘅技術動作。飛一飛之後，又係通過自己嘅速度優勢，邊路做配合，繼續想撩波過，又係池金道，讓一讓控翻住個波先，俾翻後邊。呢邊忍住精神啦，開場都擺咗一個5-4-1啊，偏防守嘅陣式出嚟，又係池金道，又係池金道，假傳真帶呢一邊有掹衫嘅動作啊，裁判睇得一清二楚嘅，差少少啊！分到去邊路位置，再做配合。池金道自己一個人速度優勢眼買啊！冇諗到啊，打得咁直接、簡單、有效啊！呢一啲門將門球嘅直接俾前場啦，其實今日唔係可以同健力寶隊抗衡嘅一個唔錯嘅因素。1養2都仲可以攞到，但係裁判示意呢個波係出界。所以呢場打比又有機會啦，馬布斯頭槌跟上再補射有冇？好在啊，池金道反應快。見到門將甩手之後，及時跟上去一腳嘅解圍，清出咗橫邊界外，一次角球嘅機會。禁區內有機會啊，但係始終個身形優勢啊。係真係呢邊健力寶隊係完全碾壓式嘅優勢，所以如果話要波更加好睇啊，嚟啦，又係一次2次連續殺上去嘅犯規啦，今次裁判係冇得忍啦，見到兩邊今場雖然話係擔住嚟㗎啦，裁判就冇犯規。再送得一腳，兩邊嘅對抗啦，都係不遺餘力。之後兩隊嘅球迷咧都係着橙色衫啊，兩邊其實都冇攞得好好。池金道攞翻個2點球，奧加巴，兩隊都係唔想止步於16強，考驗唔到呢邊嘅李金鵬啊！係一次好機會，但係咧又一次打門嘅綿軟無力，錯嘅，總能夠揾到條私家路傳出威脅波。呢啲咁有黃木磚，呢邊嘅健力寶球迷啊，亦都係展現出友誼之光啊！係嗌緊順興園加油啊！大家都係發自心底啦，希望每一場波都可以精彩。再嚟一腳射門，後邊跟上仲有，再嚟一腳。